大家好，歡迎收睇今個禮拜嘅 Crypto Weekly。想象一下，如果你手頭上有13億美元嘅比特幣，你會點樣以最快速度賣出去？上個禮拜有超級巨鯨竟然願意豪擲2950萬美元作為折讓，就係為咗1秒套現離場。到底發生咗咩事令到大戶咁恐慌？上個禮拜加密貨幣市場經歷咗一場大地震，比特幣同一眾熱門山寨幣雙雙下挫。跌勢仲會持續幾耐？我哋跟住落嚟會為大家詳細拆解，講下宏觀經濟數據點樣影響大市。美國4月份核心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即係聯儲局最重視嘅通脹數據，按年上升3.3%，創下2023年11月以來最高水平，按月增長率為0.2%。與此同時，修訂後嘅美國第一季度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年化增長率得1.6%，低於市場預期嘅2%。通脹壓力持續高企，加上經濟增長放緩，令到市場對經濟前景感到憂慮。高息環境短期內不可能放寬，對任何風險資產都唔係好消息，因為借錢成本高，市場流動資金就會減少，直接打擊加密貨幣嘅升勢。除此之外，美國同伊朗之間喺霍爾木茲海峽嘅緊張局勢亦令避險情緒升溫。雖然有傳聞話雙方接近達成停火協議，但一日未正式落實，資金依然會傾向保守。再睇反加密貨幣嘅核心資金面，上個禮拜全球加密貨幣投資產品遭逢恐慌性贖回，單周淨流出高達14億7千萬美元。其中美國現貨比特幣交易所買賣基金出現咗連續10個交易日以上嘅資金淨流出，累計淨流失高達29億7千萬美元。有分析指呢個情況創下自2024年1月產品上市以來最長嘅連續流失紀錄。從地區分佈睇，美國失血14億3千萬美元，而瑞士、加拿大同香港亦分別錄得1620萬美元、1250萬美元同1220萬美元嘅流出。最令人震驚嘅係，市場上出現咗一單高達13億美元嘅暗池大賣單。呢位巨鯨為咗可以最快拋售比特幣，竟然願意接受低於市場價1.01美元嘅報價，即係白白放棄咗高達2950萬美元嘅日價，純粹為咗換取立即執行交易。呢個行為背後反映咗極大嘅迫切性同恐慌，因為佢寧願蝕巨款都要盡快套現離場。呢種主動性嘅清算，絕對唔係普通嘅投資組合重新配置，而係真真正正嘅機構逃亡潮。當大戶都急住走，散戶情緒自然陷入極度恐懼，恐懼與貪婪指數一度跌至23嘅極度恐懼水平，大市進一步大瀉，大戶同散戶雙雙損手爛腳。睇鏈上數據，情況亦不容樂觀。有分析指，比特幣短期持有者嘅成本價大約喺78,000美元，即係話最近買入比特幣嘅投資者，只要價格跌穿呢個位，就已經處於虧損狀態。而活躍交易供應嘅真實市場平均成本亦喺78,300美元附近，目前價格已經跌到73,000美元邊緣，形成咗一個頭重腳輕嘅結構。呢班喺高位接貨嘅投資者，隨時會因為止蝕而引發新一輪嘅拋售潮。講下比特幣嘅技術分析，上個禮拜比特幣價格主要喺72,900美元至74,500美元之間反覆震盪。由小時圖嘅 K 線數據嚟睇，比特幣曾經短暫衝高到74,179美元，但好快就急挫回落，反彈力度明顯不足，高位變咗做強大嘅阻力區。4小時圖表顯示，價格喺高位有明顯嘅插針壓制，移動平均線呈現空頭排列。布林帶指標亦已經從走平狀態開始拐頭向下 ，K 線觸碰上軌後快速回落，收出帶有長上影線嘅陰線，呢個係典型嘅多頭衝高無力信號。如果今個禮拜比特幣未能強勢突破，並企穩喺74,500美元至74,800美元之上，好大機會會進一步下探至70,600美元，甚至67,860美元嘅支持位。我哋跟住睇下以太幣嘅情況。以太幣嘅走勢比比特幣更加疲弱，上個禮拜已經跌穿咗2000美元嘅關鍵心理關口，最低見過1978.89美元，全個禮拜跌幅達2.38%。2000美元唔單止係重要嘅心理防線，亦係期權行使嘅密集區，跌穿呢個位，觸發咗大量量化交易策略嘅自動止蝕盤，令到跌勢加劇。技術指標方面，小時圖嘅布林帶持續向下開口，價格一直被壓制喺中軌之下。有分析指，
以太幣嘅現貨交易所買賣基金喺5月份出現咗高達4億000,100萬美元嘅淨流出，係2025年以嚟第3大月度流失。相比之下，4月份仲有3億5,500萬美元嘅淨流入，資金明顯從買入轉為撤走。加上以太坊社區內部對於未來發展方向存在巨大分歧，內部管治嘅不確定性進一步打擊咗投資者嘅信心。今個禮拜以太幣嘅強大阻力位喺2030美元至2065美元之間，如果上唔到去，就會繼續試探1960美元甚至1850美元嘅深層支持位。當然喺大市急挫嘅時候，依然有逆市奇葩，例如 Hyperliquid 生態嘅代幣 HYPE。上個禮拜逆市急升，最高見過73.38美元，漲幅接近5.74%。有分析指呢個去中心化衍生產品平台嘅交易量已經超越咗傳統嘅納斯達克交易所，證明佢嘅產品有真實而龐大嘅市場需求。而且平台嘅手續費會用嚟回購並銷毀 YP 代幣，呢種類似傳統股票回購嘅機制，吸引咗大量資金。HYPE 目前行緊獨立嘅牛市行情，日線同周線都喺零軸之上加速反彈，阻力位喺75.5美元，回調到70.15美元左右，可以考慮入市。今個禮拜將會迎來多個重量級宏觀經濟事件，包括美國非農就業數據同消費者物價指數公佈，以及聯儲局嘅議息會議，每一項數據都會牽動市場神經。有分析指，科技巨頭 SpaceX 可能會進行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嘅首次公開募股，集資額高達750億美元。呢個龐大嘅吸金黑洞無疑會從市場抽走大量流動性，對本身已經缺水嘅加密貨幣市場構成進一步嘅資金壓力。喺交易所買賣基金，資金流出未見改善，技術走勢全面偏弱，宏觀環境依然高息嘅三重壓制下，今個禮拜大市大機率會繼續維持弱勢震盪，甚至有進一步下挫嘅風險。比特幣如果未能以大成交企穩74,500美元，好大機會要反覆下試7萬美元甚至68,000美元嘅防線。以太幣則要睇實2000美元呢個生死存亡嘅心理關口，一旦確認失守，跌勢將會進一步加劇。年輕投資者喺呢個風高浪急嘅時候，切忌盲目入市搏反彈，應該嚴格控制好注碼，多看小動，耐心等待市場給出明確嘅方向信號。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